台语一年等，愈讲愈连等。大家滚边。大家我小杰。旧历7月伊过要来啊，这个时阵吼，你就惊？我暗时困拢会惊，我惊向你是吹。不是在困的时阵被一定要看着对，我一定会为头壳安尼扛来开。我惊我暗时安尼边仔我骹尾有人。这毋通想伤多吼，也毋过几话吼，咱有当时啊吼，就是爱听一寡较恐怖的代志。我若听这款代志，我拢会暗时一直想着，洗身躯会想着。洗身躯的时阵足恐怖的呢，常常有人帮你洗头，所以吼，咱即届吼，咱来分享一寡新的题材，有互改编做戏剧、歌戏啊念歌，伊即个命案是真正有发生的。假如讲吼，有一天吼，你要跟朋友讲迄个恐怖的故事的时阵吼，你得当甲讲这个故事出来，看伊敢会起价无赔。即届要讲的吼，就是家人7号房惨案。其实这件代志，伊是发生伫个日本时代。当天时吼，台南新报伊都报道啊，为1934年的11月初报道到12月底安尼。啊，这件代志伊尾仔嘛有改编做歌册，啊，佮有戏剧。啊，到这当时嘛，有人佮甲这件代志提出来改编做电视剧。可见吼，这项题材伊到这个时阵，无论是伫个倒一个时代吼，拢真事件安尼。这件案件的当事人吼，全部拢是日本人。啊，伊男主角吼，就叫做吉村。伊为日本来台湾要做官，伊含伊的某做伙来。啊，伊含伊的大某吼，煞毋知安怎，毋知安怎，感情愈来愈歹。转来吼，吉村伊就去外口去找另外一个富人人吼，含伊做斗阵，伊叫做阿静。啊，这个大某有当时啊，就是做无甘愿，看别人攻击一个翁婿。为着安尼吼，公司的精神状况就愈来愈歹。这个公司吼，伊真正是有淡薄仔过分，因为伊会叫伊的大汉囝去阿静引导，甲人戏叫，啊用拳头舞甲人争，用脚甲人斩安尼，啊互人吼就愈来愈袂堪得安尼。而且尾啊，吉村甲这个阿静，因阁有生一个查某囝，而且这个查某囝破病，就连破病哦，公司拢无爱互吉村去甲人照顾，所以最后这个查某囝就安尼过往去啊。这个阿静伊就无法度去吞忍啦，伊就去使人吉村吼，要甲这个大某灭扣。有一天暗时吼，吉村吼伊心肝俩瘫痪，规去甲迄个僵尸甲翕到死，转来吼伊就甲载去阿静因兜，咚到地，转来吼甲伊放伫一个石油甕仔内底，啊来吼伊搁去甲人借车，甲尸体载去渔港，啊搁去甲人借钓船，钓鱼，假做家己要去渔港遐钓鱼啊啦，转来吼伊就甲迄个僵尸的尸体吼，等落去家人港，含迄个烧料岛的中央。啊，毋过吼，就是无拄好命案发生的迄暗，家人警署因都有2位刑事经过吉村引导，就听到即个富人人在喊救命的声。啊，代志过了后，伊厝边隔壁嘛有得觉着哦，几若工拢无看到僵尸伊的人影，所以这件命案才安尼别空。啊，那这件案件为什么叫做家人7号房惨案？原底伊伫咧台南新报顶悬凶手牵被害人，伊是住伫咧家人的天高顶，尾啊有歌册、台语电影，甲改编做念歌戏文，才甲事件发生的地点吼，甲号做7号房。虽然讲吼，咱即摆无法度去查考当时凶体到底伫什么所在，上无咱会当知影，这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命案。对于家人7号房惨案来改编的戏剧，就会使知影讲吼，台湾人啊，足早之前就足够咧改编这款社会的命案。啊，咱若有机会，嘛会使过来提一寡较重口味、较恐怖的故事，介绍互大家知影。咱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《台一年等》，拜拜。